今仔日是初二，祝大家平安顺遂，新年好元气。咱先来关心天气甲交通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今仔日北部较凉冷，明仔一直到开工，估计会较好天。另外，国公局预估，明仔是新正连假交通量上大的一天，有路段可能会为下晡一直塞到饭店过，提醒民众都要注意。春节连假第5天，传统风俗初二等于外头厝，东北季风影响十倍，北部地区透早湿雪冷冷，桃园以北东半部依然连山落雨，气象署预估，这摆冷空气影响到19，透早依然出现云林以北14到16度，假期在南区平顶地17到19度低温，帅气冷气团严重。周末开始，初五、周日、周一，各地温度会逐渐的回升，到时候各地的高温都有机会来到24度以上。甚至在周末这2天，一直到下周一，中南部地区的高温有机会到28甚至30度。气象署说明，初三开始各地温度回转来，热云到好天。初四有一波中层水汽通过台湾顶缘，虽然北海岸、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顺雨可能。初五一直到开工日，只是热云好天，高温有希望等到14度以上，不过要注意一下温差可能较大。在国道方面，高公局预估，初二全港交通量会达到134万车公里，也是平日年平均的1.4倍。到下晡3点，交通量达到73.2万车公里。初三也是春节车流量上大的一天。在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路段，在下午的4点。我们预估会持续用车到凌晨的2点左右。国五部分呢，因为我们预估在早上的10点，然后预估也会用车到凌晨的3点左右，可以尽量在早上、中午以前就赶快出发。高公局指出，初三国道交通量有可能会达到135万车公里，是平常1.5倍。压力在伫上北路段，包含国际、上北、苗栗甲湖口、国三、关西甲大溪、公路、宜兰到白南，可能会下晡开始太规暝到透早，用路人爱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